219三是他愿望才子。那么养下来呢，一个男爸爸，因为二堂里向不能够访问，一力要送为南岸金刚，接着进门相迎。个老伯伯拍拍胸脯，说我去。个白海个小奴离开二堂，介绍到东街头，这个小奴啦，把了队伍的这个老板指下去，摆得去。那么那农夫，你为主去三十他门前，你哪讲？得这个上个三岁，当上也神死了我讲的，所以个服部只能给磨去。但今朝谁在了？老伯伯摆在三十他愿望里向一口嘛，哎，介绍三十他一和尚子，说你啥事体？哎呀，我也到南岸一起看儿子，说你说得出个。你自家忙忙看那个张面孔，你也晓得南岸金刚金都娘娘吃了后，这个一对眼睛几火凶，一看就晓得你养死呢。这个等到母子我身体样样喊么，我陪你一道去。其实个老伯伯啦，那当时里，等到离开三十他的愿望，路过4时他的愿望，听见里下有人讲讲，汽水一推，哎呀！门啊手喊，哎呀，啥人家？一个是谢师他，一个是窦师他。谢师他今年16岁，窦师他今年28岁。两高头呀，侪是龙盖，两条龙辣辣枪一样没事。耳聋枪出啊，这个人呀，落得来个枝子呢，辣辣枪一只下地。师兄啊，师弟啊，为我娘，不为呢。啊为呢？要么你讲只把我听子了为不呢？别一讲讲，讲娘，哥们，我看说子呢，你反讲不被人家听讲。我外头总归不想哇。哎呀，搿闲话讲不也讲外地民不能听子去个，那得胃口不能掂来着呀？说你都给我推了个门浪，让听啊！师兄啊，师弟啊，搿桩事体嘛，我也从头浪讲起个。没好哇，我欢喜听这个有头有尾。哥们，我看说子呢，你反讲不被人家听讲。晓得这样？哎，师兄啊，我来出家门，真正做一个样。哪啦？听汉子哪？空问市民个黑先生，那么历史我们不是啊，命里面可爷娘，我爷娘接得来5支扎，送我们进二大。哎呀，头发在剃光，唯一侬想动他，母里母后杀，一世终身姑妈，哎呀，阿弥陀佛。哎，出家人的命么是苦的呀。嘿，师女来人不来海。是呀。咦，闲话没大法讲，独上两高头了太苦劲，那得真个胃口掂来子，哎，不知啥个闲话，王爷师弟啊，你讲这半日嘛，搿只男人的下地，你为分讲清爽了哇？啊，一听啥么子？四个房间里向有男人的下地呀！哎哟，搿个事体出起来不得了哇！三师太天金官身啊，刚刚出事体，还是里向大师太、三师太还要出问题个咋？一个哪会都有男人下地？师兄啊，师弟啊，你那个心急了，当然讲么要从头浪讲起个呀。哎呀，搿么那个思路下得快点呀？哎，讲个人拨你听听呐。太乖，搿个人啊，你也认得个？啥人家？听汉子哪？龙岗口水啊个小皮箱，那是大家在这里小和尚的啦。哎，你哪家？那么李松山么喜呀娘，吃糠么做和尚，年均吃素么三副茶，多上侬穷和唱，脾气么实在犟，把师傅去都相帮，母里母后杀，过
我吃三门喝皮香，哎呀，阿弥陀佛。说的中国和尚噶？咦，哦，搿么搿只下地，搿老婆婆一听啥么子，四个的和尚了扎下地呀！哦哟哟，搿事体出起来是不得了个。那么他弄不懂这个四个那搭三和尚了扎下地个呢？哎，我的师弟啊，搿么我弄不懂子喂，你啥地搭里走呢？也是搿只下地呀。哎，那是中国讲在，有些才讲子不难听吧？讲呀，师兄啊，我侬三啊去脱离沙，李当我们都讲章，求我们吃欧大，识得木鱼卡三门用上，不为得啥地方，为是头发累累沙，为说节有呀，马里马沙，因我皮上推拉去做老板娘，哎呀，阿弥陀佛。老婆婆一听见哈个嘞，四个到皮上推上一起做老板娘去呀！哦哟哟，搿事体出起来真不得了。那么闲话再说出来子，那三师他同凡心，可能的。跟我付出价值，为着头发累累长，皮上推拉，到三和尚去包当神器，名正言顺。搿只破例么，为什么不回来？搿老板娘们是做起来的，搿哪弄法子的？那么别样唔少理下来，等他出去自己来弄到衙门里向，大面上滴滴多的，弄三次他的金官生的是通通去讲出来是，有性命难保。哎呀，搿个小奴为了队伍地里了呀，不能够回走南岸金，搿么我哪对得起金官生头呀呢？不，该桩事随便的哈，要20里多，对。啥人家？我来，我有啥人啊？我是我哎，来不不，不知还不来听得起哇？不要喊，你欢喜听别家个呀？与我来。搿都是他打过来，收起他门打开门，来那个踏步，平平白白。这个人，哪边我把你吓出来个贼？哦哟，出家人子浪向非马山门也水干。你来做啥了呢？啊，做啥？你到哪做啥？你们做啥玩？分做啥了？热情一把，门关哈子手上里向讲的啥个名堂啊？分啥？分讲啥？难道侬分听见？侬谁听见个？一只男人的下地，来那个踏步，啥去？什么男人的下地来？啊是个，你弄出子毛病个贼？你不得给？侬你都错了。你来了谁？你搿只短命下地呢，真的太大贼！太大贼！的确一家，我落了门里探门里不肯，什么男人的下地了？不要不是贴差，退回不去吧？哎呦呦，石铁子就可以夸，男人下地比短命下地。对阵三师太妈妈拿脑袋闲话随回去讲拨个大师太听，大辰光听得个大师太心一滑，跟子那一样，海香林吃不足，摆脱三师太，再摆脱个大师太，你这欧当会弄得里去个啦？弄不里去了？不，该桩的随便的哈，要亲自里读看。真那个辰光，二师太哈哒奔子进来，搿二师太是个翁不头。讲闲话本来说不清爽个，现在一句么更加讲不清爽子呀！到袋里向嘛，哎呀，师兄啊，我你是他，叫上队，叫上队，那老乡啊，是我阿是的，是谁觉得这样搞里打去得心惊个啥？没劲，刚刚出来嘛，爸我们，我到啥地嘛？我去开门呀，这看起来水里向奴子长，王支队，面孔嘛觉得了，啥听？水上觉得了冰冰硬呀，受那个水珠打里嘛，头发也洗不来快的。哎呦，但是这个东西，这个都是他，先是他，这一来，好了，
羞得该面的一口没法对着，只看见当家是他光浪里让些个厚肚拉子出来，面孔sang sang青，手里向拿子张纸的么读上了对。哎，当家！哎呀，老婆！哎，少姐！不，哎，不好哩！对，身体顶顶呀，就不懂事体个，哎，到底啥事体呀？不知哪里来的光头，洗了这里批文呀！李批文啥叫李批文？听也听不懂啊！那我把你谁不懂的？啊，李批文的水字，对吧？哦，对吧？那么啥人想个呢？给到山上浪向2个地皮，实在穷极不了7辈子少走，先等到暗大里向运动的个呀，所以也想看这个，想张对帮么是王的暗当，个暗当一看嘛，哎呀哈个啦，想个张对帮啥人想个？山大浪嘛还只有你2个对子，那么结果把人来到你家嘛，还弄个几10天动地来用混了一下，看里头也不晓得个。所以我对吧？哦，对吧？难道清啥子？啊，谁是去年子说这个京东娘娘死了后，城里人啊，谁不在贴膜个更对吧啊？哦哟，但是我老婆婆妈妈说的少哦，不是。哦，不是个，是为我们爱的啊？是话你恶的？是啊。那么来不接受。啥的的去年金龟圣诞节欧当的结果死脱，2只荷花岗努力长脱个为赛是他愿望才子先奴伊的队伍地里，啊为的队伍地里搿这样子，搿来搿去山当家500人养先奴们，搿等于欧当里向养死奴家，哦哟，搿个事体出起来不得了。那么别人唔知道该面的个赛是他为了皮条推上去，这么老板娘了呀个做啥事体呀？老婆婆心里真个紧张，但是你面孔浪向看不出个。哎，这个当家，哎，那别讲，哎，老我叫虚则虚，实则实。哎，你悟到500啥个么子不里都说了还？呀，你蛮清爽的。哎，搿啥？你读拨你听听看啊。读出来呀？哎，读出来。哦哟，当家想叫我读出来时，我也读不出口话。老婆，哎，等会儿们听了。你澳门向杨妈妈开，我待会是对老王女开。哎呀，不是的，那是太阳之阳呀。哦，向太阳开。是啊。跟你二当三，那么是向太阳开个分手话语。你别这样，对个闲话难听。哎，那哈。对迎风雷，自己。哎呀，真个是本了你混着。哎，啥个你二当么勾引风雷之地了？老是讲是金龟神头呀，你是自家白得来的。哎呀，来吧，搿种事体么你还搞出来个呀？不能理下讲。好，不能搿讲个呀。好，不能搿讲。哦，晓得在。搿么搿个下来是啥呢？外语。他当时衣裳话，但不是江鱼帮的真个。哎呀，别说在，搿衣裳官们谁是不像个上户啊？哦，是你二当个课堂3个堂子里个8课堂。哎呀，那是真放多2个屁个在。哎，不过侬好像前2日天是看见个把马上人课堂里向熟悉个。别，搿都是他心里向一惊，傻鸡们。搿都是他顶欢喜吃长参果。那么平常辰光，谁知的个瀑布头么到完全后搭点去下长参果吃。一进去嘛，搿个完全后嘛也说错个啦。大致嘛都是他对自家有意思了，不知啥，等那个暗门口踱踱走，细走。那么搿日子大，都是他实在拿不出子，领子2条布溜出来不理么。但是个完全后嘛有呀。长参果也称不里3斤8两半，哦哟，那是都是他衣不够在。雷电进来，课堂里向手指一些，
瞎子白说：“哎呀，非要出力个来到了外头瞎说贴出家，说起来我都是他对你那哈有意思，我就不搿是太回不去。对面30个上身过海女，或者么不吃罪要挂脱你罪。老婆不带真的忙忙，可能留下来，哎呀，再去雷个不马上人了。你看，对人大志，面孔当得羞羞容，我这个心还不正，你这恶当还太平的。下趟个种马马上上个人啊，随便那边去领得来个账。那么师傅啊，可哪怎么会耍家？喏，妇女必走了反风对。哦哟，那是真正谁不让你混着？你不能防腐的，你不能拿防腐的你不能拿芒果去撇对谁大龙一副皮样态。这个谢师他那是阿对个。这谢师他面孔红得了像猪口狮子一样，对哪对得起呢？耍这么来不才听见了黑话，那搞皮样态呀？妇女让阿气呀，气个呀！搿皮样态啦，中国一上好子了还气，随着讲一进去讲账，人家看见这边讲讲。那么前几天皮样，谁到妇女浪下去忙？搿个妇女啦，撇对身上龙，忙得到龙堂看个皮样态个。非得人看得见，小皮匠眼睛撒一撒，清清爽爽呀！哎呀，总当是没人看见个哇，耍高眼不见洋眼睛，人家蓝眼里向才看下来呀！那是今朝小蛋五对帮浪起在，看上去下趟妇女浪向不能够起在。对阵小是他妈妈可能留下来个心啦，阿爷再打皮匠推上去着，你多打分钱，侬打接得了后趟趟几个子，我当家搿种非听到你混啊！不过下趟搿个小是他让福利浪向一撒气气干，我俩有啥的呢？当家看见下头个句子啊，就啥面孔啊红出来着，耍起么说着自家子哟。你们你晒死他，他不个倒闭了还真的。来吧啊！可总是的，可不还讲个呀？不，你都分析的呀？还不还讲个呀？我分析下个哦，有什么这个哪种不是哇？外语啊。今年斗地位，哎呀，你谁有本的呢？谁不让结婚？谁3年你晒死他养他个谁？啊！不搞啥的，不打那屋子个呀！不，你都真个谁分晓得？好不能给搞个呀！哦，那还有什么这？哪种不着啊？外语嘞。后头啥个长个小奴了，每天上后头长个大奴，金龟身头牙了嘿。咋那个还搞个呀？哦，忘记脱着。哎呀，那种不着啊？不着，没哈。那么当家，来不？那么我来来准备拿喊。来不？马上去接着手。我们一起带往东山白云岸我师弟那里去。是说那去。是啊。一旦到这个东山白云岸去。真是。不来个。哈。你假使看见个张五对帮，你以后谁带最大500个事体比有这个事体个。哎呀，这样。你都来得真好，得寸进尺。当家你想想看有啥个办法呢？搿当家没有啥个办法呢？汉人旅游一同南京门。来不？我们将3门金币。哪个？搿么你出证人？我们后安门出入。哪个哇？搿么假使后门哈铁哈子5对帮么哪办？哎呀，
可是你这还为啥老想花精花车个子？我有这个哇！哎，当家那个办法不好的。哎，这个办法不好。来吧吧，我们来想办法，怎么？我来想办法。哎，当家，总是他。我老想搿张唔对帮你不具名了。你二当真正的步兵，你都分抓来的。对。哎，你都是看你做讲，负重生育。哎，老实讲，你假使是看见张唔对帮，你有谁大罪了？不是去比喻个事体个子。没错。哎，所以你不能打罪。你要摸，还要摸。哎，那你都两个头侪是喊嗓子啊？搿个当我摸得响点喊了。哎，你要摸得到祖宗18代全部飞出来。哎，说人家唔不个事体个。搿么你让我摸嘛？我都开了几个碗。不，你开了只西门到西门外头去摸，搿个名堂就叫摸西门。哎，你不会那摸西门喂？该吃谁要摸个？啥人摸得好，你才有这样个。我有这样有这样，头讲是搿个东锅炒东升。啥东？二讲是模拟炒面筋。还吃个。三讲是海菜放熬头。四讲煨汤豆腐干。哦哟，但是谁要摸？我大哥，你快一起讲。大家一听嘛，那么不的闲话有道理。你都是要自己的唔对吧？假使你不声不响是单身你心虚啊，可是我就遇到了说不清了哇，只能去摸。对，老婆。等儿们做啊，随我对，是啊，大哥把对把孩子，当家都是他，你是他，谁是他？我但是却死了吧！来，大概米的等到收起的西门当一当，开门到香火节解脱，讲不来的。哎，当家，老婆，带姐妹了，好，活龙爸下，来开对派第一个摸西门。哎呦呀，我是骂不来的呀！摸不来那谁懂懂的呀？哎呦，我也对过啊，父母但是心虚啊，没办法，硬头气们带个姐妹了，昨日嘴里像个石头啊，不个在。爱邻们听在，我们发话爱嘛，规矩。啥人不晓得？真是你们善良的李皮们，实为我们哀叹。对，欺负出家人，三公的呀！阿弥陀佛。当家，母西门，来那你叫阿弥陀佛，这不喊阿弥陀佛？这不够得了。可那母西门拿阿弥陀佛，你好，我来。好，这个摸得是阿弥陀佛摸出来个是啊，还这个董事他。老婆啊，师兄啊，来着，来着，我摸不出啊。你哪摸不出？好，你哪摸不出你摸起弄来是一滩里一滩。你娘的呀，你娘我的呀。我娘那个，根本现在那非娘与我唱那个也能摸下去。哎呦，我摸不出呀。分不来？我只为你。分不够门干，不要摸干。哎呀，你是他随便拿兵不来着，都是跟个样子呀。可是我是啥讲？安子啦。美娘就这么在一个洞啊？对。生女一单嘛，熟女一单。哪不是这个？中国也摸过啊。对。来不来？我是摸。你根本没谁来。都是他，男人发现你是他，虽然不对么不同了，脾气到上气。可是我是啥讲？对。安子啦，我是不会改。对。趁你是他一心水哈，几人八百，你是俺的趁。当，冲到姐妹浪向门，你都不听。东西都包。你老于，谁走？何名人讲？说妻子你都让我听孩子啊！听下去。趁着，还要说实话。是。啊，耍那个欺负你家？大你个二大人还欺负你啊？对，你弄错啊！还要说实话啊！你看他死他们谁能规矩过啊？耍那个是玩家啊！还要说实话。你看他是高恶，你不是哑恶，你有恶之人的呀？恶之人说出来嘛，黑山多哎呀，说实话。说实话。你恶之人嘛，谁说了反常以外？反动人。
在那他要么渔民去过啊，是啦，也要40块啊， 40块你反正一比起更高，要是比起来嘛，一张皮子送到我们了，我大概要比大概，也要40块，40块，哎，也要40块，40块，算你来40块呢，哎，40块，哎，也要40块啊，也要40块，别说的啊，不是莫这样的40块那个，但是莫山门啥事呢？我来吧。我不摸他了哇，非莫这，我来吧，哦，40块真个啊，这个都是他，那背也让着。哎呦，那是都是他家并不够在，只能去摸着玩。40对，大个姐妹了，肚皮里下做女的，还有啥完全好买鱼，变了浪啊！二零多天子，你出高你们困难的呀？啊是啦，你都给大家子说话你们是啥个一出？啊是，人面对肉面，出们，大个谁也看见的呀？搿大家子说话你们是啥个一出？啊是，小子搿种五对吧？搿么弄得来是啥个一出呢？啊是，真正是啥个一出？是啥个一出呢？啊是啥个一出？孩子，那别摸着，也不是夜里下看京戏了，一抽那子，木山门不一抽的。我来。俺带着下来呀。我这一抽的。啊，孩子，那个谢石头，来伯伯啊，谢石头，来让着。我们去飞木子呀。你男孩飞木，你背也木。谢石头心里想就个虚嘞，被我哇啦摸，三皮上听见只有受挫个呀，导致我不肯回入了夺命事体。父母没有不来塞，昨日对待姐妹浪向，眼睛里一把眼泪。领的听子，是了，搿么你吃高人们，当多侪是客客气气的呀，是。对个。搿么现在弄得来阿爷还不行，你来是讲怎么一斤2多个呀？那不是真。你都吃肉嘛，你总归青菜来不？你都做水衣裳嘛，你布衣裳。是，搿么现在弄得来阿爷还不行，你这个娘的嘛，多一说话你，一些嘛是你大高们那哈子，一些么倒闭们那哈子，弄得来阿爷还不行，一些么妇女，一些么课堂了，弄得来阿爷还不行，搿么你实在苦难个呀，搿吃糠人现在弄得来阿爷还不行，阿爷还不行，弄得来阿爷还不行了，阿爷还不行。别不下的。也不是第4年落雨了，也还不行，木山门上还不行，那怎么还不行的？还这边我来吧。哦哟，这个还不行，这个还不行的这。哎呀，孩子啊，山门木孩子，那个你走起吧。耶，哎，来不啊，来不木了哇？我用不了木呢。你都要分手哇，能不能也木的？那还是多大的个人？没中啊，来不来这个？那娃也木干。那就山门弄出来了。阿来喜欢。那娃也木。木，真的木。不过石头多。那么都讲，侬木山门有个条件的。啥个条件啊？不能打断侬。啥个条件呢？侬磨得起劲得久的话，侬都打断子侬就磨不起。有什么子？拿来磨啊！来不当冲到脚米浪向，一只脚忙正脚来沟浪向，一打盖的水烫腰里向，一冲盖的水啪举起来子。阿看见。那。搿这就是木山门的设置。啥个设置呀？不用是。这是呀嘿。侬木山门啦，其他人比不上的。比你是他。哪里啦？你不得翁的呀，不通。我推你买的侬是通畅的。侬该里通，上通的立体声。哦哟，嘿嘿，听下子啊，别打断了啊，那我要摸着啊。摸。东西两望队。南北西乐队，过来让后台队、战地队、航空队，男女来上个胖水，受一个欧领导个谁不谁，挺好吃啊！领个啊！你都个帮杀口狼队个啊！确保这个堂空3几万没啥事体做，下中对帮来说话你个恶打，你都喊啥个良心啊！你到不出去挣钱，到过去听听啊！不去打听，甚至于落人门城里人啊，思想不成啥，你不晓得你发火的规矩噶。
啊，下次搿种唔对帮，谁更加？没有真。要有报应噶！哎，我不忙到上街冲上，下街背上，一挖一趟，地头一只马。耶，来爸爸，那这个他们哪个都是一只马在讲啊？哎，当都是能摸得起劲，非当头能非当头呢。怎么在那地头只马呢？一动脑筋个呀！什么道理？这个马一跌跟到里头，只马头他们里下个锅里哪非多呢？侬里向才有恶望的。我有恶望嘞！还是个非当头呢，侬还要摸起来啊！你都帮那个吃了，杀气的龙道士啊！下次种唔对帮，是你当家们呐喊呐喊，是你四套都么呐喊呐喊，你都忙看啊！气得你个当家是面孔丧丧青是那发狗气子，哎，气得个都是他是智人发财的那发委屈子。哎，气得你个你是他是那鸡眼通子，哎气得你个也是他是那牙齿通子，你都到外面去说你了，你倒晓得你谁是他心中凶，气不气噶？没，为啥观众片头大师就说。